日上到何氏主角，差唔多所有台湾人都眼皮会上到屏东万满。伫了只顺坡嘅客家总地图，因为有前多年老字经验，主角就系两位嘅看板，就差唔多系万满嘅台名词。不过，电影社嘅小金地图，仅仅是有两项特色吗？贵件屋本年年少喜欠年，差唔多看摸大家工作信仰，同时又有日出疲劳嘅袅袅条年妹，按特别嘅工作为所，就出现万满主角之外，另一只特色。从金黄色条年蛋白，将看起来旧旧嘅皮撩起来，3年一层一层制作视觉。吹走过后，就会有到人讲条皮，大家从头食到嘅条包。其实豆包该单纯，伊本身吼，都是无希望透会去做透年，做为透年，加热以后，伊会变一层薄膜，吼，迄团个薄膜捞起来，叫做迄豆腐皮，吼，豆腐皮本身，其实那一种，吼，总系可以做无同样的颜色。用文田烧鱼做出来嘅条包，因为算系调制品，卵拍质非常高，汤光比芥卵还来多出4倍。很主要嘅网条，因为营养丰富，本咸做条嘅网，相对广大血脂肪、脂肪骨头腐铁、保护心血管有天数嘅脂肪汤，大条卵拍也系脂肪血管硬化嘅卵磷脂、维生素 E， 甚至促进肠嘅消化嘅大条纤维料条都到底背。现时条包唔单淨係一隻簡單食物，未有高度營養。不過想要將按到好處嘅大條變做一種食物，韓國愛好食。除了考驗製造業嘅技術，還要有好水質配合。水質嘅問題係重要。喺萬滿鄉咧，可以講嘅以農業為主啦。但是呢，我哋萬滿鄉所謂水源咧冇俾你污染過。相當萬滿水啊，最好就係一個特色。你最喺地下水處理咗呢，就濕得咧，就可以煮嚟食。加熱當然嘅加熱嘅整體又唔好貼太，又唔好貼色。當然貼太時會講，因為本身一個前盤，泡泡嘅把個鐵板，泡泡鐵板那種加蒸汽加得太多的時候，古嘢包嘅可能會崩hết。很多一假鐵小食，很簡單嘛，亦都唔係夾皮嘛。很撈毛豆皮嘛。簡單講，做豆皮嘅原理，就從黏豆泥嘅時間，蛋白從頭出現嘅階層皮，將佢撈起來，個經過吹走加工就完成。不過係講是按樣天，該就從看唔起豆包咧。除了要透過適合嘅網條來煮，因為豆皮本身係豆泥蛋白落空氣溶化現象，天窗要對溫天高溫讓做得顯面。所以燒氣嘅控制係豆皮好食嘅最大關鍵。另外，為到生產最優質豆包，面前了到豆泥前導時間係天窗要軟同 fit， 因為喺當日製作地圖，其實是有千幾百嘅皮，真係最好口感。呢個嘅過程時間經過，一本身豆泥都已經係氧化，氧化一開始你就發現個豆包很漂亮，個腦金黃色，慢慢的都豆包都越來越糊。取我哋豆腐皮入邊最好嘅部分，取起來後尾係先我哋壓到豆泥本身高壓嘅，雜質過多嘅，我哋都對過去嘅我哋免疫節嘅豆泥啊，唔係算一道工具，係一道燉。唔貪心唔前菜嘅態度，為到就係做出最好嘅豆包。先對網頭控制燒氣之外，看起來前輕鬆嘅料豆皮。即係需要成技術，係冇嗰好食，未冇好睇。其實白豆包看起來幾簡單，都係也本身我哋人工一來後，差唔多買訓練到2-3日，然後本事來白，切開來，也屬於鋪燉咯，鋪燉以後也豆皮那唔就係，切好以後我哋撈起來，撈起來兩碗嘅形式，1汁、2汁。3汁，也都豆皮。當熟落將小小豆皮製作豆包，準備吹走同時，一隻線條分明，豆泥熱切了解次新品，就係兩包當聲音，本人一看就像係食嘅樣兒。我頭杯辣嘅嗬，那醬油。
油饼的哦，油辣的那饼头包，其实唔安尼好啦，细细好。从1970年代，就地慢慢挑叫水开始做淘宝，引起阿定妹嘅北美。煎淘宝嘅同时，眉毛唔记得教大家用板煎羊肉和梅头，还佢从传统嘅社家庭制作，到呢下已经算系地方特产。详细算时间，你若每日做淘宝就系37年。不过上到农业时代，佢讲大家对淘宝其实是开始接受度系冇过界。当时耕田过辛苦，面到甲我哋做生意，做嘛咯？最来面都面到吼，甲你开个工厂来，都慢慢的都影响。我哋做到过厂里，当时都对61年都开始做，细做，做到个台头摆人生活水准冇按过啊，食咧个冇按嘅啊，淘宝是迄可以说讲很精致的，比豆腐个精致的东西啊。豆腐是个青菜做啊，淘宝是还要靠人工，靠嘅都错个啦。他人接受因为个贵。就算淘宝嘅品质天天都升级，是起来见有梅头。不过面对改良时一开始做，驾驶了接受度问题。按当年过后，你阿妹认为改掉根本唔系打击，因为前到事情简单就爱经过热天嘅过程。当然那是过场啊，唔系辛苦啊。你当然一个东西，你要有一个过场，你那会认生呐，对没啊？我觉得那也不是说的，那是一种的过场。过场做好了，慢慢一个经验都会赞同你啊。我不是同人讲，我讲马上的车子2个字我都不曾经过，因为我哋都该按你尽心的去做，我都该上网去研究。不说我讲马嘅困难还是该差不多受度到啦。虽然是系小小嘅地方特产，甚至是系一件规模冇大嘅淘宝工厂，不过从恁阿妹强上嘅讲法地图，显示出客家人该种社福认真嘅健康精神。尤其伫贵日少气欠年，龙滚嘅上任，打造就会来做事嘅环境度。该两是强下大病嘅老人讲，到基本日也都用安样唔惊辛苦嘅工作态度。我辛苦啊，人家有做研究呢。你看热的时节了，热天的时节嘞，热天有天山啊。经过几十年嘅3万付出，淘宝制作产业伫慢慢已经天天的打出名声。不过普通人对淘宝常因喊系轻上手，或者将佢当作唔值钱嘅小点心，也对做淘宝嘅人来讲，真紧要当到意见。像我哋一般人啊，一趟都万满，体力上都会万满主卡啦，所以他家拢过伫万满体内。不过他家拢伫万满，还有我哋安好是爱淘宝，安好的东西，希望体下片可以慢慢用他家拢来伫，讲人类还有安好按营养的，因为像讲到蛋白质，我哋那蛋白质唔会输主卡咧，10斤，好，你话真，好。买淘宝嘅人不少，隔日食嘅人也多。不过抢食天热爱，强下加工生产嘅林小姐讲，就系因为挺了解了淘宝嘅应用，所以真希望大家做得真正认识了只小东西。从我哋特别工厂看到按到记忆里的，其实一般人係冇辦法來做呀，所以我哋特別嘅人，公司才有嗰度客家人，有個低調。那我们就会变成我的那东西都没有上台面，那变成说一般人是对这个东西是唔认识诶，有一种日本人以人群头皮视为最高等的，像随便一个头皮一块，可能日本卖都30日元、40日元，拢有人卖，做嘛听我的台湾就是
大家拢唔伫遐东西，所以我哋是佢希望讲遐东西可以慢慢来推广，因为按看看又按好的东西啦。其實前應用嘅淘寶，生產人唔判定幾個價值本看待。按多年來除了存錢，咪唔驚麻煩推廣淘寶好處。不過單槍是略簡單一片，可能唔拉聲音，所以多堂實在人建議，加發心思為消費者想，讓可能有看得到進步。大家的記憶度根本100有109個，才能打造面面嘅東西，就是當有特色嘅產品淘寶獎。因為冇限制，前產業歡喜用版主獨做得，國家口感十分柔，係一下非常受歡迎嘅淘寶加工品。美國多人客戶同我講，做過樣事，後尾我哋發現我哋淘皮很淘寶，皮除起來以後，很多推大面來。對做加工嘅人嚟講，佢好用。尤其人家講我做鱈魚啦，好像我做過原色嘅東西嘅事情，我哋後尾我哋研發啲原淘寶。伊要剁高麗菜下落去，用一些香菇素蠔油開悄悄伊開做嘅像獅子頭呢，一粒一粒，會炸完嘛幾好，將一些番茄醬迄無這個魯卡誒，這個條誒嘛醬攏好食，迄無有條人會直接。講麻煩，其實淘寶醬就直接下落去剪，它就很好吃了。它直接剪，它真的是叫做外酥內軟。前後發揮主席嘅淘寶醬之外，面前也是第二地，完全冇用凝固劑，吃起來比豆腐還難像豆腐嘅淘寶醬，不論用煎嘅。也係切開切隻換調酒來食，口感都唔會爛。另外，像係太沖用嘅風燒，也係攞都好食嘅嫩條葱，完全改變咗淘寶大家對淘寶嘅認識。佢希望講，我哋呢是淘寶，唔會講到，我都是共用嘅東西。嘿，唔會講到，我根本意思係淘寶哦，唔過我聽嘅意思係豆包磚，係冇特廠，係冇有其他嘅。我講到，我民意可以是無共用的變化，唔過攏喺群嘅應用，攏全部是攏去嘅。前度何時有應用嘅食物，係講行經濟化，向上提升品質，應該係新時代嘅生產目標。不過應用版有計劃行銷，或者透過降價力量，本色點心變面散，也需要整合。喺度所有農特產你讓我邀請佢出來，邀請他出來推你來廣告，來幫大家來品嘗都有。你要我一定前來參加呢個活動，當然在活動當中參加呢有限是咧，我希望咧呢個共用，呢媒體平面也好，我都要提出來廣告。呢啲切到出來觀念了出來最重要，呢幫大家分享一下好食的東西，當有特色的東西。客家種嘅美食熱切當本婀娜，慢慢地主角之外，仲係淘寶按用嘅傳統小食，係講透過有效推廣，可能做得本地方多一項特色，也增加可能到產業發展機會。係按用美好嘅想法，需要所有嘅人共下來做。